后来，过来是台南市到目前为止规划甲兴建的社会主体有11000多户，其中宜居仁爱社会主体第一批住户30户，赶伫个农历的7月进前搬入去住。市政府特别帮因来举办着入厝的典礼。 台南市政府伫宜居仁爱社会主体为住户举办头一场的入住典礼，现场阁邀请乐团来表演，而且由3位市议员阁留奖品，展现市政府对社会主体用心。这座社会主体有75户提供高品质居住环境甲公共设施，头一批有30户要赶伫农历7月进前搬入去住。农历7月到啊，你阁加1个月，哦，加1个月，你外口租厝就要阁加付1个月厝税。 所以我希望大家赶快搬进来，赶快享受这么好的设施。市府都市发展局表示，讲到今年的7月，已经规划甲兴建11188户的社会主体，未来将会陆续动工甲兴建规划，要增加社会主体的供给量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